咱非常尊重今仔日这浸这个手续。对啦，这九九，哎，九九啊，啊，这九九哦，九九，啊，九九我叫啥名不带？我是讲吼，咱今日的这个音乐会是非常的正式，这是音乐会吼，足罕你看到。是，咱两个因为对着咱艺术家的这尊重啊，一定要像安尼，咱有当开始欣赏。头一条曲是叫啥名？头一条曲是叫啥名？我爱洗澡。哦，我爱写相曲，我爱写婚书。我爱写婚书。Yeah. Music, please. Bravo! Yeah. Bravo! Oh.